现，会当生生不息，会当好，咱的后一代搁好，咱的孙搁更加好，袂讲人讲不无三代，咱会当讲一定好的，重点伫即个繁华内底，咱有根，迄个根伫对，比咱受得了寂寞，咱困会落来，咱熬会落来，我们能够含烟莫白。伫迄内底，咱即物件会当放下，咱会记。安尼的话。 咱细心参会，后壁咱的繁华有出来无？无出，好将啦，无将来啦，哦，因为吼，是咱的关系是因为互学的道理嘛安尼尔，去讲要去讲咧，无道理人讲啦，哦，所以讲人生内底吼，用这当中吼来教咱互相心得交流啦，因为我嘛是咧学习的吼。 透过这个加好的这个平台，互学习的机会，哦，已经过程当中当然有足侪不足，就是无满哦的所在，然后过分不足的所在，可能是不足以下做。咱的负责人，咱的负责人数，哦，咱的讲领导各位这大家互学指导，哦，最后就各位大家是健康，我是谢谢大家。 哦，谢谢。